你哋個個都好想要男人咩？係啊！出嚟都係為咗呢樣嘢啫。本公子有大量嘅不良嗜好，尤其好色。報咗啊！做得好，非常重啊！大膽人賊。微臣參見公主。我話俾你聽啊，我就係咁一張仇報，咁記仇嘅女人嚟噶啦。做咩嚟？你想點啊？你個我講咩啊？講嘢又講一半，伸手又伸一半。你做咩啊？想夠膽泄露呢個秘密，我殺佢全家。都明咩？係。公主，你身上有翡翠明珠，小心保管啊！睇唔睇到啊，兄弟？佢身上有翡翠明珠啊！問你翡翠明珠，你唔知啊嘛？咁明珠翡翠喺邊，你都知啦啩？日日都寫封咁嘅信入嚟，有咩直接講啊嘛？愛情已經存在。你哋講咁耐，究竟講乜嘢啊？我靈感開，全鎮無人不曉。當人又話你見我冇。故事講到呢一度，又有好嘢介紹俾你。帶我走啊！點算呢？朕都冇晒主意啦。每個女人都希望有個男人可以對佢公主一樣，我未試過一次咁多。我應該快樂，而遺憾不應該太多。係你嘅公主啦，一日都係你，搞到我哋三個都唔開心。走啊！和誰行盡一生得到極多。每個人嘅內心都有一個屬於自己嘅故事，內容可能一樣，但係版本可以唔一樣。我唔理咩天地不容，咩大逆不道。